月13，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，我是丹妮。今仔日早起，咱先来赶紧来关心冷气团到位。今仔日透早天气是寒湿湿，上低温出现伫咧苗栗的大河，干那1.6度；新竹的五味嘛，干那2.3度。气象署平地观测站今仔日观测到平地上悬的前100名，低温拢伫咧8度以下。气象署嘛持续针对全台湾20个县市发布低温的特报。早起面床爬起的时阵，大家拢感觉真冷。今仔日透早受到强烈代表冷气团，再加上辐射冷却的影响，全台湾各地拢真冷。西半部加宜兰、金门、马祖，差不多6到12度；花莲、台东地区10度左右，平湖是14度。自日时开始，冷气团减弱，温度也会增加。在台南以北是有出现一些局部6度左右的低温的情况，那普遍整个西半部地区，它的低温都在6到12度。预期在天亮之后，白天的高温就会回升。今天跟明天是一个比较干、比较稳定的天气，但是明天晚上之后就要留意水汽慢慢的移入，再加上大陆冷气团的影响。玉山北方的山顶规个白茫茫，树仔顶涂骹拢结霜。尤其拢到较悬的所在，看这正罕见的风景。昨透早，玉山北方的气温摄氏零下8.2度，变做云白世界。最近天气温度起起落落，健康状况也要注意。消防署统计，2025年到1月10日这11天，就已经有492个人非创伤到病进前心跳停止，这一天就55个人创新冠，包括心血管、脑血管疾病，也有肺部疾病，可能拢甲温度大起大落有关系。因为天气寒冷，所以刺激你的交感神经分泌压力型荷尔蒙，而导致了所谓的血管突然的收缩。所以提醒大家说，在天气寒冷的时候，尤其寒流来临的时候，一定务必做好保暖的措施。今仔透早低温是出现伫咧苗栗宜兰，气象署讲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，亲像新竹苗栗的山峦地、外山区较空旷的所在，冷空气拢走伫咧遮，温度就会更加低。虽然今仔日日时温度会上升，不过自拜日14号，又有一波新的带着冷气团入来，全台湾是变做10个冷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